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大家年糕摕咧啊，有皮一太甜无啊？唔过吼，大家唔管迄皮啊，迄无皮吼，大家都会爱食甜甜啊，爱食呀的点心啊。像阿群妹俺唔管迄个中式的、西式的，俺全部就懂好。唔过吼，像呀传统的中式的甜点啊，其实啊，要做得有动动无穷用的变化哦。今本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来，按你传统的料理运用的，然后去变做创意的甜点哈。所以大家来分享今日节目底度邀请到的来宾来分享红瓦厝创意美食馆的钟宇姐分享。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贺龙的红瓦厝创意生活美食馆。好，欢迎钟宇姐来到节目当中哦，我同大家来分享。不过谈讲好，也有一只东村名的，要做的本人拿来做伴手礼呀，然后也是你们的招牌的甜点，做的同大家来分享讲，清咸而来推荐的黑哪一项嘛？我们的产品很多哈，对。不过那个客人很喜欢点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个雪 Q 饼哦，雪 Q 饼就对了，雪 Q 饼跟牛轧糖，牛轧糖，不过应该说雪 Q 饼是从牛轧糖延伸出来的，对不对？对。那我们先来试试看这个牛轧糖好了，因为其实。牛轧糖做得讲嘿，大家详细都睇应该都有食过，头白嘅硬有冇？白色的，韩国底部包饭条诶，然后白色的包装，大家详细就是都睇。所以呀，牛轧糖它在变化当中做得有哪点变化？阿群妹就先来吃色看啊。可是阿群妹咬得懂。很简单，其实我没有非常的吃力，而且吃下牛轧糖最轻讲一件事情就是会粘牙齿。对，你讲两个完全不会粘牙齿哎。所以像牛轧糖有做哪个调整，什么样的改变可以让它变得跟以前的牛轧糖不一样？以前的牛轧糖它做的比较硬，现在的牛轧糖，因为我们有做那个配方调整，然后你刚才吃的这个是黑豆。我们在地种的黑豆，我们把它做成在牛轧糖里面，五条诶，要底包包的东西，五条诶，五条诶。哦，骨头其实会有一些的比较脆一点，比较硬一点的感觉，所以这是算是苗栗菜地的口味了，因为苗栗其实没有人地嘅种五条诶，新豆。哦，所以啲黑龙给大白，你用的黑豆也是在当地的。对。我们选用当地的农民种植的农作物，然后就研发这些产品进去。对，其实俺忙是个五条味给牛轧糖哎。现在很多人喜欢吃黑豆哦。对，因为很健康，而且它很香。对，韩国对身体有动后，韩国底度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哇，鼓手有呀。五条味粥跟牛轧糖，以外当然也是有原味的喽。原味的里面是包什么东西？原味的我们里面有加在地的番条进去啊。我们从那个黑龙给大贝，因为没黑沙子地，那个土地都是沙子的。不说给大贝没懂到你有这个种番条。对，那边的很适合种花生。对，所以里面有番条的牛轧糖就是原味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这个从牛轧糖延伸出来的喜内产品呀，还没懂你的懂蔬菜噶分养，就是这个QQ 饼的部分。两个两个 QQ 饼啊，非常多的颜色。先来同大家介绍一下呀 Q 米的部分。像我们在后龙哦，因为我们的产地都是种那个花生、地瓜非常多，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会用花生地瓜融入在这个产品里面。花生地瓜，花生在哪里呀？应该完全没看到番条，番条里面哪一片都有加番条在里面。所以每一个 Q 饼里面的坚果都有标番条到底度。对。给韩国葱呀，有这个雕彩色的呀，冻酱哎，那个很漂亮哈，那个颜色就是我们的紫心地瓜。
哦，番薯就超诶，要雕出来的这个番薯，就拿了用将加给它天然的色素，并不是没起嘎嘎的哦。你看它看下色，有没有觉得很梦幻的感觉？不过其实认真看，它里面是有一颗一颗像粉末的，那个就是地瓜的淀粉在里面。古时候给它填眼给天然的色素、天然的颜料就超的，因为给它色彩。就会番薯给本身的用哎，对，而且我看到你里面的坚果哦，这个很贵哦，夏威夷豆。对，为什么会想要放夏威夷豆在里面？因为它是西式的甜点呐，所以我们要放西式的坚果在里面。这个是西式的甜点，西式的甜点，但是我们用中式的东西放进去。哦，感动迪亚黑西式的甜点，它比较偏向那个西式的小甜点，像我们中式的小甜点就是年糕类的。古时候像呀，因为呀黑，人哋係用芒芽糖来做的，係冇？那个有一部分是用那个。这係同大家來分享，真的呀，芒芽糖，因为一个不小心它可能就会太硬。这制作过程当中，係唔係有一些要注意的素材？对，像这个牛轧糖哦，它在制作的时候，它的温度要控温。像一般我们在网络上做分享哈，它的控温有到一定的比例，有的到135度，有的到130度，那是要看你的配方还有你的坚果来做调整。如果太高的话，它就会变成糖果；如果它太低的话，它就会软软的。所以它还有看我们的天气。哈，连天时都会注意，所以不是说我一定固定的。比例固定的批发按你来去做就听到会成功，冇按你都不会啊。古种好像会考虑甜食，对，你们也它少，对，做就会它硬。哦，所以其实这个是要考验技术的。对，它夏天、冬天你就看它比较少牛轧糖嘛，夏天，它的温度要非常高，然后你到冬天就要降温。哦，古时候一些些的全部都要非常非常的精准的拿捏。对，要看技术。对，楚培雅这个雕出来嘞，这个是紫色的地瓜口味。那沙哈雷这个网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个网色就是我们当地种的姜黄。又黑菜体的色彩，对，姜黄粉，哇，姜黄也是非常非常懂天的一红东西，一红色彩，姜黄口味，韩国弄沙哈雷给 Q 米。现在还有一般在那个传统的巧克力跟原味的都一定有。那这一次我们有放一个蔓越莓跟南瓜籽在里面。哇，真的，而且你看起来真的很像那种。很梦幻的颜色，里面有粉色，韩国又有强色，然后再加上就是整个饼干的口感，所以它是西式的甜点跟中式的甜点，然后给做融合，做结合起了，而且都会用甜眼，韩国用菜体的色彩，韩国你看到的色全部就会甜眼的色咯。对，所以我们尽量，当然这些东西啊是吃心情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本给空天，对，错吗？对，唔但像按呢，其實咩有懂多東西，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哦。像順後咩咁樣有那個黃色咧，同雕出色咧，也兩隻餅嘅，黑馬嘅餅嘅。這個呢，那個芋頭酥，對，紫色這是芋頭酥，它的上面的粉也是用我們在地的芋頭下去做的。哦，古時像。看下烏嘅色啦，它的顏色感覺好像比紫色的番薯色口它淡一些些嘞。不過這個色咩係東家，它烤過之後，而且其實我覺得，因為我之前有做過暗用的酥餅，我吃到烤鴨東西啊，有一種火力非常重要。是啊，因為人家是講。火係太辣嘞，那個溫度係太高哎，那個上面的顏色就會變成黃色，對，會變成焦黃色，對，有控溫啊。嗰個阿權妹愛自己做出來就冇按醬的色，那個很好吃啊，對，是很好吃。可是那個上面嘅像醬會鬆本配人啊，唔過蛋糕就冇按醬的色。對，我們要控溫啊，對，讓它比較降溫度。像網絡上教的有一些，它的溫度有要自己做調整。讓它顏色會呈現出來它的原色哦，很好吃哈，好好吃哦，要底杯唔會凍甜，對，你自己沒弄好色好嗎？對啊，因為這些配方都是我先試過一次啊，覺得還不錯啊，它也是天然原味，然後盡量加很少的添加物。對，而且我吃到人家嘅油應該是也有減量，因為外面我們吃到的酥皮它那個酥的有點誇張，那個油很多。對，
然后来张底个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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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起来，全部就会油。对，不是是这种嘛该熟啊，大家就会小心一点。但其实这个应该油是有减量的，有减很多啊，减很多。它的油，而且用那个进口的无水奶油，非常贵啊。爱的，大家做得去烘焙材料店行一天，做得可以哈无水奶油同一般的奶油，价格加湿其实係差唔多的。不過做得咩搶中雨節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算了，用無水奶油跟一般奶油。它的差別在哪裡？為什麼要強調用無水奶油呢？它的那個油性比較強，它所以你在烤的時候，它的那個漸層會比較漂亮。哦。如果你用那個一般的無鹽奶油，它的漸層就沒有那麼立體。哦。油不夠啊，它還有含水在裡面。哦，原來係按呢。不是用無水奶油，就得用它少嘅量，能夠它的那個漸層就可以做得很漂亮。量也要一樣哦。它也是非常多的奶油進去，只是你挑比較好的奶油，它的味道會比較好啊。味道比較好，韓國妹對人身體還好。對。對，除了這種像這個地瓜酥、芋頭酥，還有 Q 餅啊，其實沒有any 傳統。大家都懂好食的鳳頭版，就是我們的紅豆年糕。韓國愛看到中元節人嘅紅豆年糕啊，很大方哎，要底部全部都係鳳頭的呢。對，因為我很喜歡吃紅豆哦。所以你都把紅豆整個都加滿滿的在裡面，就是一次一次比例啊，然後看它的呢紅豆可以加到最少，最多可以加多少？對，我們一直試，後來發現這個口感我很喜歡，而且它如果說像我們在網絡上一 po 出去哈，馬上就訂單一直會來，好好吃，我們會找空檔去做這個，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哈。兩個鳳頭誒。油煮到，不過又唔會太黏，對，又唔會太黏，所以它其實吃起來紅豆最有口感的，然後再加上個鳳頭版 QQ 嘅感覺，真係係當好食咯。故說鄉親朋友其實中元節很有動到好食的東西，而同大家來分享一些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好食的傳統，唔過又創新嘅甜點哦，係對呀苗栗來嘅，我們這個中元節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加阿群妹吼有食咧當到有食咧牛軋糖，韓國這個 QQ 餅就是牛軋糖的延伸版、加強版。韓國妹有食到番薯餅，韓國烏味餅，韓國有鳳頭版，就是紅豆年糕。全部就當好食，唔過除咗一條東西以外啊，其實韓國有東西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哦。大家都得看到頭前這個非常可愛的，上面還有2個紫色蝴蝶結的，這個很可愛，懂醬又懂緊緻暗用的點心，它的名字是什麼啊？哦，它是叫港式冰心月餅。港式冰心月餅，你頭擺糖豆的按呢，像這種冰心月餅還是什麼雪餅啊，都會底部會包冰的東西，韓國冷凍也係冷藏，呀咩嘿嘿。這個用冷藏的，冷凍也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凍也可以。不過阿蘇紅有一個這個剖面圖，呀底部也是很漂亮的紫色。那是原色，它紫色的地瓜原色。哦，就係呀，雕出一些個番薯，紫色的地瓜就抽誒，那裡面包的就是地瓜泥。對。哦，no boy，因為像亞的東西愛冰呢，你一般像糍粑的嗰種東西，冰呢就唔好食咧。像你呀，又係用的來做誒。這個有改良過，那用個糯米粉哈，糯米粉這個有加牛奶進去，它沒有加水。傳統的是我們用糯米去這樣子磨米嘛哈，磨米一下，然後再去做調配，再去做蒸製。但這個是有加牛奶進去。真挺忙食，所以夠加牛奶奶哦，所以這個算是自己創新的做法。對，它也是網絡上也很多啦。我們現在學習很方便，因為網絡上很多資訊，而且它因為加呀牛奶嘛，它外面的顏色就變得更白。對，然後再加上上面這個可愛的蝴蝶結，呀，你去給它曬給耶。對，它是我們在做那個湯圓的時候，它就會是做這個造型。
汤圆，我们给客人来玩的时候啊，我们做那个小汤圆，也是做这个造型。所以可以 DIY 汤圆，也是做 Q 用的按美型呢，就非常的可爱。很多人说，讲黑马盖界啦，如果你订这个冰心月饼的话，那一松饮全部就大家看到就少女心喷发，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可爱，等等一下。故说唔但像从呀甜点的部分，其实还没东西。传统的东西，中雨姐也是一直有在做。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做那个梅干扣肉粽。粽韩国黑梅干扣肉，黑空牛的粽子，梅干扣肉的粽子。梅干扣肉那个是因为我们那个在地也有那个梅干菜哦，公馆的梅干菜，它非常的香。爱公馆人。对，那个梅干菜非常的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用那个传统的黑猪肉、腐竹肉啊，它去做就不会有那个猪肉的味道。哦，所以其实用黑猪肉的话，它的煮给出手米就不会暗沉。哇，故说大家看得到牙素红的粽诶，其实这个粽子也是有改良过的，因为传统的粽诶就会用我们一般的糯米来制作，我们讲养给没某 Q 用哦。对，一般我们是用那个传统的糯米啊哈，那个是因为我婆婆她之前年纪也大啊，她每次做这个粽子哈，配料好多哦。后来我就跟她讲说，那教我好了，来做看看嘞哦。结果那个亲戚朋友一吃啊，那很多人后来就来订购这个粽子，好好吃哦！它低油，然后它也不油腻，尤其它里面的萝卜干也是我们在地的。真的，大家萝卜干的米丝很香，因为其实这里面有加花生，有加番茄，有我们那个发挥的淋漓尽致。对，有嘛个菜贴的东西全部都给加落去。对，这饭条后包到东西哦，你有先卤过对不对？要卤过，它也是用配合西式的手法去卤的。西式的手法，西式有在卤东西哦。有。他们的香料跟我们台湾的我们中式的不一样。这同太高来小给一下嘛，因为跟它一吃到饭条，我就觉得那个花生的味道太香了。我们中式的那个花生在卤的时候都会放一些那个五香粉或八角，五香粉跟八角。但是西式它很多的其他的香料，像那个肉桂啊，还有一些那个特殊的香料，他们都可以放进去。中式的它就是都是放一样的。故说你有去改一条批一种去改版本的香料，用来捞这个花生。是啊，哇，故说走呀，梅干扣肉版本的粽对，中西融合。对，韩国你底部其实有加了非常多的，就是像是黑糯米啊、紫糯米啊，对，这样子的内容。对，故说本地非常的养生，不管是从亚色彩讲咩好咩懂养生，韩国低油低糖，你的制作的方法也是一样。对，故说它还有一个是他们很喜欢，也另外一个粽子是叫客家粽。客家粽，就黑无饭条超毛嘅。无饭条有虾米，有虾米，香菇。因为像呀5月节的时节啦，苗路红太家就会炒生了黑客家粽好食，也黑火炉粽好食。对。客家粽就会无饭条，韩国听说会放这个虾米的部分。虾米、萝卜干、香菇这3个基本。要就是清传统的客家粽。对。故说粽的部分有2种，好吗？它每一种像这个是五谷粽，它就有3种。哇，五谷粽光五谷粽就有3种口味，所以这个是梅干扣肉口味，然后还有一个是秘鲁肉粽。秘鲁是什么东西？秘鲁它就是没有用五花肉，它用那个比较瘦的夹心肉。哇，人家就运动腰呢，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无按好色它皮的部分，所以你还另外做一张秋的牛，它酱用酱猪肉做的。对，另外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用栗子下去的素的粽子。素的，故说没有分仔耶，还够粉呢，所以其实真的感觉很像家人的需求，有没有？今天爸爸要吃油一点的，俺就包正常的梅干扣肉给他；那妹妹不要吃肥肉，俺就包某米猪肉。对，他一家人会有这样子选择，很奇怪。对，所以故说黑真你可以量身打造，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客家粽的部分。客家粽我们也是有荤的跟素的，仔也没有哇，故说就会合乎大家嘅需求，大家爱什么嘅你就尽量做到就错嘞。
不过像你吃到你应该是一张比较喜欢做甜点的人，因为你们甜点好多。对啊。跟你做么该有想到讲，都种来做一下呀传统的像呀种的呀的东西。传统的是我们之前是传统开始的。一开始就会做传统。因为他很多的朋友都要订粽子。然后后来又变成年节到了，我们在乡下地方很多又在做狗很多版对。版然后就很多，所以它不止这个红丢版，它还有一个是梧桐版。梧桐就是用那个黑糖的梧桐版，还有桂圆版。桂圆版它也是做起来也是很漂亮，很好吃。古时候也的东西全部就会同样的家用学习呗。也有，然后我们在地有很多老人家，然后他们也会教，他们用口述。所以其实有非常多人教你做亚的东西。对，所以它的东西你吃起来就觉得很传统。对，韩国又有七家乌卡嘅米线，我知道也係按当年了，其实是母女大家全部就懂煮错。韩国咪希望讲做的是到尽量空天，所以俺冇办法去家做，不过俺做得买俺信任的这些店家，我信任你的做法，故说俺同买，俺很正经做的是到。懂空天的色彩，非常健康的做法，还有最后非常好吃的产品。对，故说每一节目中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按到，韩国唔单像按的哦，刚好阿 Q 妹是中的时节啦，你还有蹦一张姜，那个辣酱好香哦。对，那个辣酱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人家辣酱其实总共有4种，4种某 Q 用的辣酱，总嘛个爱做按多种啊，有一种就已经当香的呢。因为我们上次有一阵子我很喜欢那个辣椒酱，我们是改中心的辣椒去改来种辣椒辣椒它有一种叫做魔鬼辣椒，因为我买不到。那不是很辣吗？因为我在市面上买不到我就买它的种子回去种。哇！所以这里面都有调进去。所以亚迪度的辣椒也不是只有单一的辣椒，有好几种辣椒。哇！然后它里面也是用我们在地的花生进去，没有加番茄，还是有加花生。它变成不一样的产品，可是它吃起来也是味道很独特啊。吃过人都觉得说跟外面市面上卖的不一样。对，不过你做对同大家来小解一下嘛，我也还有看到那3种，有鲜彩辣酱、跟八宝辣酱，还有花椒辣酱。其实八宝辣酱它有分2种，有分斋耶，然后一般饮食分。对。这八宝辣酱的它的特色是什么？八宝辣酱它本来是开发给素食的人。他们素食人先都给食材的朋友给东西都没好吃啦，那个酱料又就是乡村酱啦，不然什么酱，没有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食欲不是很好他是说可不可以开发一些素食的酱给他们？然后我们想说那可以。就开发起来，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其实它的酱料有数十种配方啦，但是我实际上做成这样子陈列的是只有4种。哇，古时候也就会八宝辣酱的部分，对，一开始就会味道呀是在也配油了量身打造的。那接下来这个鲜彩辣酱呢？鲜彩辣酱就是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种新鲜的辣椒，然后它去做它调配的。之前我做这个酱都是用剁的，因为它有一种手法叫剁椒。剁椒就是要你用菜刀去剁，对，你如果有的你会用果汁机去打，果汁机打的话，它里面的纤维只会破坏，它的香味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你看那个大陆地区他们都用剁椒，然后一边剁一边哭，对，太辣，他们要这样剁才把它的辣椒整个味道可以提出来。古手牙就是鲜彩辣酱的部分，那花椒顾名思义就会有那个花椒酱。花椒酱是我这个开发也很神奇，我本来是做花椒豆干。我们请那个豆腐厂帮我制作非机改的豆干，然后我是做花椒豆干，然后一直有人问说我可不可以买那个酱，他们也要做一样的豆干出来，我说那可以啊，然后我就后来就开发花椒酱出来。所以真嘅係自家上愛生物嘅東西，就研發出用嘅醬料、用嘅產品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其實還有當到中秋節嘅故事，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陣來講哦。好，各位
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好對美麗來嘅這個紅華錯創意美食館的鍾宇姐，同大家來分享當到佢自家做嘅東西哦，韓國最近當好食，唔講係甜味啊，也係鹹味啊，全部就當空間又當好食咯。唔講好一啲東西，盡量就係用野菜體美麗嘅色彩，也係講你台灣自家嘅色彩。沒想到來問一下鍾宇姐，你自家用按到一啲色彩呀，所以同大家來分享有哪啲，比如說你自己特別用心的素材嗎？像我們用那個番薯啊，我們就用在地的東西。對，它因為我們看得到它種植。哦，古時你還有自家去到田鄉去看嗰啲農民用嘅來種嘅。對。哦。啊，這些東西也我也自己種植過。哦。啊，所以我們有時候朋友來那邊聊的時陣哈，就會來介紹講，嗰番薯係用板種嘅。哦。啊，經驗都是採收。啊，它可以採起來做什麼食品，我們就會在這個時候跟客人做互動。古時候其實你自家出體，從個番薯嘅來年也的農民同佢哋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流，每周都同佢哋好應用嘅來做。古時候自家咩都會做，韓國咩對其中的東西產品的部分非常非常的了解。對，我們要知道說那個它的特性。我們的番薯哈，它有分好幾種嘛哈，像我們一般後龍比較常見就是這個紫心的番薯，它做起來就是可以做配色，它的味道比較沒有什麼味道哈，所以它做配色非常的漂亮。然後如果說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栗香，日本栗香地瓜，這個也是非常漂亮的，它吃起來就有一點栗子的味道。對，栗香地瓜，這個也是這幾年才有的。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蛋黃57號，蛋黃它也是在地，它吃起來很扎實，它的大概味道是在栗香地瓜的中再下一點點，它的口味啊，他們的口味都不一樣，都很獨特。哇，古時候其實鍾宇姐真係對一啲農產品非常非常的了解。韓國剛剛大家唔知認真談到麼？鍾宇姐有說有帶朋友去做這個農作體驗的部分。古時候大家其實每周得去請來做下體驗的部分。對，跟古時候體驗呢東西可能有哪一啲啊？像我們體驗就是摘番薯。哇，真的是可以耶！對，我們現場採番薯上來哈，然後直接做這個地瓜餅，直接現摘現做。對，自家就做得來做。對，哇，番薯餅自家做。對，番薯餅我們會教這一種，還有一種是扁扁傳統的。就做這個這麼難哦？這個我們馬上就教會，還有一種是很難呢。他會，因為我們會教他簡單的步驟，讓他完成這樣的成品出來。對，很有成就感。然後另外是圓圓的，我們一般傳統市場看到圓圓扁扁的，哎，那種的。哦，那種也可以做得出來。做得做。哦，韓國 DIY 的體驗出體呀，番薯餅還有按到蠻改。那還有一種是湯圓。湯圓就我們比較普遍哈，他每次來我們都會馬上就可以做小湯圓，變成餐後的小點心。就是可以先不用去田裡面，可以先做就顯色嘞。哦，像夏天是大家看到嘅胸片 Q 很可愛，有點像紅蘿蔔的感覺。對對對，它就是像今天這個我們做這個冰心月餅的，它是小型的。這個是客人他做互動做好的。哇，他餐會裡面他就可以吃了。好可愛哦！古時候其實係鼓勵大家用無窮用的創意，對，做出無窮用型的這種小小的點心，很快哦，半個小時就可以做完這個。半點鐘就做，因為他是10個人同時操作嘛，哇，所以他半個小時他就可以做完一整盆的那個湯圓，好厲害哦！古時候其實也係當好高的一個行程，不管係大人啊，也係小朋友，其實大家就做得用它來做出自己好吃的東西，而且其實鍾宇姐不藏私哎。要盡量啦，因為我們這個傳統的東西就要另外哈，我們也是人家也是這樣子教我們，所以我們盡量把傳統東西再研發出去，他們可以教他們的家人，一樣這樣子做一樣的東西出來。哇，韓國唔單槍有呀，這個 DIY 的體驗，其實還可以去有點像是輕旅行的感覺。對，古時候黑教師講愛去請聊，你會帶愛去那一片上聊，我們可以去哪裡？把這個行程是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像我們一般哈，我們的那個朋友到我們那邊去的話，他都會先做完這個農事體驗，剛好是季節性的，有農事體驗的，做上來以後吃個飯，我們就會帶他去逛古厝。哦，我們那邊有很多古厝可以逛啊！哇，
哇，所以可以去农村聊聊哎，看一下头白也呀建筑，对，所以其实有这个轻旅行的部分。那像这样子有爱 DIY 呀，还有个爱轻旅行啊，爱先同预约吗？要哦，爱用的预约了，同观众朋友讲一下，可能要打电话先跟我预约哦，不然我就是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没有空档了。鼓手听说爱先打天发，要，跟有规定爱几多3人吗？尽量是团体啊，团体大概几人？大概是10人以上比较好啊。10人以上，鼓手空间其实动态。对，10人以上比较好啦。10人以上比较好。因为他那个太少的人的话不好操作，他人很多，我们这最大空间可以容纳到40几人啊。哇，鼓手13人到43人都懂分享大家大天发去预约，就做的来报名来呀这个 DIY 啊，也还有农村的这个小旅行。对。鼓手终于捡去家来做呀这个创意料理啊，听众们有懂得去家嘅创意，爱同大家来分享。今日没有带来2种这个创意的美食，可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吗？这个名字很特别，它叫做红飞腰果排骨汤。对，我们那边产地也是产非常多的红飞木瓜。木瓜也是我们当地有一些农民，他是专门在种木瓜。这个是要按多年来非常有名，黑龙中东后木瓜。对，其实芒色糕，它的吃起来的口感是什么？它的口感是果肉比较厚实，比较没有木瓜味。木瓜味比较没有木瓜味，好难想象，好想吃哦。对，然后它是比较红、比较甜、比较好吃哈。然后它这个产品，木瓜呢，我们把它做成非常多的产品，等于是一套餐，也是有木瓜餐，就是有点像是懂T C 的料理，就对，木瓜餐，像我们还有地瓜餐、南瓜餐，这是木瓜餐。所以只要在地的特色料理，我们的中语解读都得编得出来。木瓜餐，那这道特色它是里面有加上红枣进去，红枣可以助我们的气色啊。然后腰果它是有一些营养在里面，那再加上木瓜的酵素所以你吃这道汤常喝的话，你的气血还有你的脸色会比较红润。哇，所以中雨姐应该很常喝。对，我很常喝，客人喝我就会喝啊。这套菜非常好喝，真赢呢。它木瓜青木瓜煮起来以后，所以是要用青木瓜。青木瓜，煮起来以后它的口感就很像冬瓜。冬瓜的那个，还有另外一种瓜，粉松松的感觉，非常好喝，而且它的木瓜会整个吸收到我们那个红枣的甜味。鼓手做法很简单，我们请中雨姐来简单同大家讲一下。对，那你就是把我们的排骨一定要先汆烫过，汆烫过以后，再把这些红枣、腰果跟木瓜一起下去炖煮，大概炖煮到那个木瓜，你用那个筷子插下去有熟了就可以了。很简单，按理就做在做好对，非常好。那个一出料理叫做5行栗香发糕，来同大家来收集一下。这种发糕它也是非常简单，因为现在的人他要速度比较快嘛，你不能用传统的方式这样发酵3天，会来不及。对，那这一道我们这个是开发给一般我们家里面，如果说有朋友来访，你就可以马上做成一个小点心给他们招待。做出来耶，这么厉害。对，这个米粉是米就是再来米粉。它这个配方很多种，你就用你家里现成的粉去做就可以了。再来米、蓬莱米啊，或者是面粉，所以面粉也可以，有低筋、高筋这些都可以做成这个，都可以，我做过都会成功，所以是可以互相取代。对，只要你家里有什么材料，你就用什么材料。哇，韩国加这个发糕浆，发糕浆，对，它是用这些东西再加上那个比例，发粉的或者酵母的比例，它后面你买那个酵母或发粉回来，后面都有一个比例配方，你照那个下去。对，重点是它底不会改黑。还有一个是我们蒸熟的地瓜又黑番薯就超又要在地风味，真好。那你就可以皮就可以不要削掉如果你的选的地瓜是好的地瓜的话，不会掺杂那个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的话，你就把它洗干净，连地瓜的皮一起下去。番薯跟皮轻盈油，所以它不会因为皮造成那个口感上面有什么？是啊，不会有影响，都不会影响。而且它切起来，你跟那个细腻度是跟那个地瓜的口感一样的。鼓手起身做的老呀，番薯跟皮全部不用落去韩国脑杀下来的步骤，然后你就把那个姜打好以后，把蒸熟的地瓜放在容器里面，把姜放下去，按了一蒸。
当然你还有一个那个蒸发膏，还有一个为什么有的人蒸没有成功？对，你一定要大火蒸，发米起来，假使讲迄过年发米起来，这样子糟糕了。有那个婆婆妈妈的就会比较不好交代，有老人家的不好交代。所以呢，你就要看它的里面，它还有一种是加稀释的泡打粉，其实它是3个都是发粉类。就是二分给发起来就是对，你这样大火的时候再把你做好的姜放进去，然后盖子一定要盖起来啊，千万不能打开哦。15分钟后打开，一定会整个发得很漂亮。哇，古早唔看今日中雨姐来啊，唔但抢带动到甜点同大家来分享，连她的这个食谱就同大家来分享咯。古早分享各位乡亲朋友，想要去听钟雨姐的食品啊，就打天发文钟雨姐就唱哎。谢谢。古早今日谢谢钟雨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为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间休息一下，停停运动欣赏，向下来做运动。